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高雄的前镇渔港是台湾远洋渔业的重要基地。行政院在110年核查审定了前镇渔港的建设专案中长程计划，总经费81.37亿元，推动包含了渔港周边的社区环境、交通，还有下水道系统等等。而立委赖瑞隆则是呼吁，应该要采取结合高雄捷运黄线延伸、一车到底的模式，打造台版的丰州渔市。大型吊杆移动，工人专心施工。这里是前镇渔港建设专案中的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总经费81.37亿元，涵盖了渔港周边的社区环境、交通、下水道系统以及旗津渔港等。立委赖瑞隆除了紧盯各项工程及招商进度之外，也呼吁应该要采取结合黄线延伸、一车到底的模式，打造台版的竹地市场。前镇渔港是中央主管的渔港，一年创造300亿以上的经济产值，但是50年来很多重大建设都没有推动。那也特别感谢行政院在我们的争取之下，支持了81亿的一个经费来全面改造，包括疏浚，包括我们下水道的工程，还有船员服务中心、渔获直销中心全面来启动。那接下来还要把捷运黄线延伸到前镇渔港。目前已经大多数工程完成之后，整个前镇渔港的味道已经大幅的改变了，然后变得更加漂亮，同时间靠近渔港也没有严重的鱼腥味。我想这就是整治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也期盼未来渔获直销中心完成了之后，这个中央农业部来积极招商，找到好的厂商进驻，让前镇渔港像这个日本的丰州竹地市场一样，展现出全新的一个鱼市场的风貌。前镇渔港建设专案中的前镇渔港连外轨道系统道路规划，可以增加前镇渔港改造后的各项建设效益。不仅赖瑞隆立委呼吁黄线延伸之外，在地里长以及民众更是支持，期盼带动高雄的海洋产业、休闲渔业以及观光旅游的整体发展。我们一直很期待说，透过捷运黄线延伸，能够再让更多的旅客，或是说我们在地的高雄市民，能够透过大众运输的这个系统，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镇渔港。那我们也期待前镇渔港能够不只是变成这个台版的丰州鱼市场也希望能够未来变成是国外版的前镇渔港。希望国外也可以来参考前镇渔港的这个改造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如果捷运黄线进来前镇渔港的话，可以带动前镇渔港的观光跟经济，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前镇渔港，这样我觉得是最大的帮助。希望渔港也有很大的改变。那借着这一次，如果说有捷运上的开发有延伸到我们渔港，我们是拭目以待，我们也是虔诚的欢迎。赖瑞隆强调，前镇渔港50年来首次全面改造整建之后，搭配前镇渔港捷运黄线延伸案，结合中央地方资源力量，将可以打造台版的丰州渔市，让前镇渔港成为渔业生产、休闲游憩的国际级观光渔港。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最近芒果进入了生产期，台南市推出综合多个品种的芒果礼盒，外观以有台湾 LV 之称的夹纸袋作为设计，随机搭配4、5种不同品种，让消费者可以一次品尝不同风味的台南芒果。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开箱，表示送礼自用都相当讨喜。台南是芒果的故乡，品种众多，也是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每年的6、7月是芒果生产的季节。一般芒果礼盒大多只装单一品种的芒果，台南市最近推出彩色芒果礼盒，随机混合有爱文、金黄、乌香与玉文等，结合台南400、台南的古迹以及后壁区夹子袋为发想，设计出彩色芒果礼盒。台南是芒果的故乡，也是全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那所以每年我们都是行销，主要都是行销爱文芒果。但事实上，我们除了爱文芒果之外，还有许多非常非常多的芒果，多到我自己名字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想说，有这么多好吃又漂亮的芒果，配上这个很棒的、配合我们嘎基德亚意象的这种水果包装盒，就构成了我们今年芒果行销的2大特点。那未来这样子的盒子，大家注意到，因为它上面有好多种水果。事实上，我们未来包括可能文旦，也可能火龙果，或是其他的水果，也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那像火龙果有白肉跟红肉，我们也用那个综合包的概念，用彩虹和用嘎基迪亚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样子的芒果事实上是非常秀色可餐，非常好吃又非常好看。礼盒外装以夹子带蓝、绿、红条纹为主视觉，加上古迹景点以及文旦、凤梨、芒果等台南的水果图腾，侧边还印有台南400的图腾。市长表示，不止外观好看，而且还可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芒果，不管是送人或自用都相当适宜。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社会局今年更加码了超过1亿5千万的补助费用。从7月1号开始开放使用搭乘计程车，还有 U-Bike， 预计有超过92万名的身障还有银发族可以受惠。同时，也发布了新北敬老爱心车队的标章，民众除了电话与 APP 可以预约轿车，也可以认明醒目的紫色标章来搭乘。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使用范围，社会局今年更加码超过1亿5千万元补助费用。从今年7月1号起，开放搭乘计程车及骑乘 U-Bike 2.0， 预计超过92万名身障银发族受惠。好，我们从今年7月1号开始，我们的敬老卡会从过去的公车、捷运，还有机捷、台铁，我们在7月1号会增加。计程车也可以使用计程车的搭乘，还有我们骑乘我们的 U-Bike， 非常开心哦，因为我一直都有在使用 U-Bike， 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嘿，你说注册其实也没有很难，还有保险，它的表格都现成的啊，我们就只要照表这样填一填就 OK 了，真的好感恩。真的是一项对老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该说德政吧，谢谢。新北市社会局与交通局宣布新北市爱心敬老卡扩大使用，除说明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同时发布新北敬老爱心车队标章。民众除了电话与 App 预约轿车，也可认明醒目的紫色标章搭乘。好，那在使用这个计程车的时候哦，我们希望能够预约轿车，那可以透过我们的计程车队的 App， 还有我们的电话。那如果在路上临时需要车辆的话，也可以看我们新北敬老的标章，认识的这样的标章就可以来搭乘。那至于 U-Bike 哦，就要加入我们透过我们的系统 U-Bike 的系统加入会员，然后能够投保险哦，那可以避免公共可以搭乘这个计程车的时候可以有保险，那这完全是免费的。那投保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搭乘这个 U-Bike。新北市社会局局长李美珍表示，今年新北市编列近17亿元补助65岁以上的长者、身心障碍者搭乘大众运输。凡持有敬老卡或爱心卡，每个月有480点可以搭乘市区公车、双北捷运等，不论预算规模或是服务人数，都是全台最高。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夏天到了，有很多的水域活动。在基隆潮境海湾节的帆船月启动仪式上，基隆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的民众来参加丰富的夏季海洋活动。另外，他也表示，碧沙渔港游艇码头的招商案也即将启动。基隆潮境海湾节一帆风顺。画面上是碧沙渔港的游艇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在这里举行了基隆帆船月的启动仪式。宣布潮境海湾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始，市长谢国良也在现场说明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更让我觉得高兴的就是说，我们推动了已久的我们的碧沙渔港的一个游艇码头的招商案。我们透过都市设计，未来将在这个游艇码头结合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那这个部分我也请产发处积极来进行，未来也会开始来规划一个评选的作业。那我觉得碧沙渔港是有山有海，非常漂亮一个地方。那很多人来看了游艇来观光以后，如果能够有一个购物中心，大家再来买点东西或者逛逛、吃个东西等等，我想会对这个地方的观光跟这个整个发展游艇的产业一定会更加的热络，所以我非常的期待。我目前就是8月底开始，我们会上网来这个招标，8月底。对，然后因为去年其实
我们的容积只有45% 啊。那因为其实渔港解编了，然后我们透过都发处来办理这个容积的变更哦，然后现在容积已经达到160%了。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盖的面积又更多。那我们会在我们的标书里面，然后除了就是这个标书是 BOT 和 ROT 两个部分会在一起。那我们除了在我们标书里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些游艇的设施要做一个修缮之外，然后增进一些功能之外，那岸上的部分也会要求这个得标厂商来做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帆船月启动仪式上，基隆市府会首长跟贵宾都亲自体验遥控帆船的操控，亲近海洋。今来到我们潮境海湾节的开幕，这边的活动这几天非常的丰富，有我们绕岛赛、餐车市集，还有这个游艇，还有 SUP 等等。我们这个遥控的这个帆船非常好玩诶，说真的，而且要动点脑筋，然后还要拔草测风向，你要看一下那个风现在吹哪边，然后风速那开帆，然后其实完全没有风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某个角度，然后稍微测一下，然后帆稍微开一点，它也是可以缓慢的移动，其实蛮有趣的，要动动脑筋，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动，也是我们基隆的特色，所以帆船月呢，就是我们基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设施跟中央地方好好的合作，通力来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其实可以好好的推广，展现我们的基隆特色，这才是我们的夏天。所以透过帆船月，包含我们的潮境海湾节整合在一起，我们的暑假其实可以非常好玩。从这个体验这个遥控帆船，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风向跟风帆的一个作用力的一个操作体验。那虽然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登船去体验，但是从这个遥控帆船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真的非常有趣。而且我们基隆这个港湾是属于我们全台湾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港湾，因为它已经提供国际赛事帆船比赛已经长达20年了，那非常得天独厚，也很有国际性。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继续推广，那希望各国的好手都能够来这边比赛。券都可以用啊，让客啊，餐券都可以用。活动现场的山海餐车是潮境海湾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让碧沙游艇港显得人气满满。这也凸显了基隆的趣味跟特色，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特色发展重镇。基隆府会希望地方跟中央充分合作，整合资源，让八斗子碧沙到海科馆这个廊带能够更加繁荣，也增加在地优质的就业机会。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捷运近期打造向北延伸线是颇有进展，冈山路竹延伸线的 RK1 冈山站举行了旅勘，针对地震逃生的主题做应变措施的演练，结果也大致顺利。目前距离完工只剩不到几天，冈山站作为延伸线的第一站，也颇有指标性的意义。不过当地民众虽然很期待，却也有点担心交通以及嘈杂的问题。高雄捷运 RK1 冈山站15号上午举办旅勘，以发生5级地震无法准确停靠月台为主题，进行应变措施演练。无法开启地门。今天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一段的各种不管车站，或是说一些动线还有一些车厢或是机电，或是土木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旅勘。目前来看，就大致上还算顺利。高捷冈山路竹延伸线 RK1 冈山站预计在6月底或7月初就可以通车。冈山当地民众表示很期待，不过也有些忧心，通车之后可能会造成人流更大、交通混乱或是嘈杂的问题。安尼感觉讲足方便啊，要高雄嘛足方便啊。以后可以搭捷运很开心，会更方便。可是那边的火车变得更拥挤，变得改来改去，很多人就是来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弄。可以，可是盖这个捷运的话，会变成说这里的民众啊，会变成都会有负面的情绪。因为我在其他的社交软体还是说怎样，都会有看到冈山捷运站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住家都会在底下评论说很吵还是怎样的。冈山站连接台铁冈山车站，开放式的天井月台相当敞亮，连接通道也颇为宽敞明亮。高捷冈山路竹延伸线全长共11.63公里，冈山站作为延伸线第一站，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后续对于北高有什么样的发展效果，也令人期待。记者李嘉玲、李凡飞高雄报道。
最近统测放榜了，台南慈幼工商汽车科的学生郑佩峰考出了574分的高分，更是动力机械群的全国第一。繁星上了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让老师们都相当开心。而郑佩峰是表示，从小就对汽车很有兴趣，希望未来可以往车辆设计的方面发展。慈幼工商校长陈素贞前往汽车科学生郑佩峰家里贴榜，一家人欢喜藏不住，因为他不仅统测考出574分，更是动力机械群全国第一，又以繁星录取汽车科第一学府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我想当那个车子的就工程师或是设计师这样。哦。我喜欢去那个就是去探讨那些车子的结构。或它怎么运作的？原本就读普高的郑佩峰，因为在学校对课程没兴趣，所以休学1年。正好慈幼工商有汽车科，从小对汽车有兴趣的他，跟家人讨论完后，决定转校，在高3也考取到汽车修护以及证照。培育青年，找到他自己的兴趣，找到他自己的优势。然后在社会上面，在专业上面有更好的发展。汽车修护以及证照在业界内相当难考，但在慈幼工商的汽车科，每届平均通过率高达70%，其中还有1名从长荣女中时尚造型科转学过来的女学生，巾帼不让须眉，一样考取到这张乙级证照。一开始的话就觉得蛮困难的，但是后来就有练习，从机车、汽车，甚至于到卡车，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课程的安排。透过学校的课程安排辅导，让学生们有一技之长，早日与职场接轨。行行出状元，还是得选对科最重要。记者杨春怀台南报道。新北市政府办理2024新北市智慧城市国际论坛，邀请了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政首长以及在台的驻外使馆等贵宾，齐聚新北共同讨论资讯科技在城市治理上的应用，积极推动城市智慧化，结合企业应用于安防、医疗、运输以及生活等领域。19号上午，新北市政府办理2024新北智慧城市国际论坛，邀请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政首长以及在台驻外使馆等贵宾，齐聚新北，共同探讨资讯科技在城市治理上的应用。新北市副市长陈纯进表示，此次论坛是新北市展现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促进国际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透过本次论坛，将与全球分享 AI 发展的公共政策，并借助 AI 科技加速推动永续发展。对于为什么今年是在我们新北市来办这个全球的这个论坛 ，ICF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因为我们在2年前我们得到他们的 Top One， 所谓 Top One 的话就是当年评选里面最优的这个城市哈。那隔年2023年又经过他们的评比，全面性的评比认证我们是一个完全就是比较完整的智慧城市是全球唯一一个被认证通过的。所以因为这样，他们今年就找我们一起共同来办这个国际的这个论坛邀请不仅仅是台湾有兴趣，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4个国家4个城市已经有入选这个 Top 7里面。副市长陈纯进也来到会场外听取本土厂商在城市治理上提供的各项技术服务，涵盖多家国内大厂都在新北市内拥有营运据点，在林口新店等产业园区打造廊带式聚落，众多国际大厂都已经进驻，更积极联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争取相关的投资能够来到新北，更将 AI 教育落实到新北市各级学校。我们这 AI 产业链我们今天我们市长也特别在市政会议提醒我们所有的局处，就是我们新北在这个好几处，不管是在林口或者是在新店的这些产业园区我们有这个廊带式的，譬如说在林口我们有一个8公里廊带式的这个产业园区，包括我们的国际 AI 的国际，现在那个艾斯摩已经进驻到那边了。那个辉达它在台湾有43家的这个我们叫产业链在我们新北将近有20家是在我们
新北的哈。新北市政府表示，自侯友宜市长上任以来，新北市积极推动城市智慧化，结合企业应用于安防、医疗、运输及生活等领域，于2022年荣获全球智慧城市首奖 ICF Top One 的殊荣，并在2023年成为全球首座取得完整智慧城市认证的城市。记者根基新北场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剑潭站的多目标大楼动土典礼。他认为这栋大楼不仅可以带动士林地区的发展，在引导周边内科、北市科、圆山新创聚落以及生态社子岛的计划效益也是无可限量。捷运剑潭站2号出口旁的这块停车场，未来将会建成多目标大楼。除了原有的转乘停车场外，可作为商办、商场、餐饮、会议中心及教保中心进驻使用。地面会串联绿廊、重塑人行空间及街道景观，打造广场式开放空间，提升生活及休闲多元服务功能。我们台北捷运剑潭站的 TOD 多目标大楼正式的动土，我想刚刚董事长谈了很多。对我来讲 ，TOD 是一座城市整体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其实，也许大家不知道，这个案子其实在前年应该是在我还没担任市长前，当时的都城会议委员们就有下一个弹书。因为当时有各种地方不同的意见，说要等未来新任市长通盘了解、拍板定案才会继续。我上任之后，董事长黄总经理有来报告、来说明，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要坚持，即便各方有不同意见，但我们愿意沟通，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变。所以后来专签，我决定还是要为地方来做一个 TOD 多目标大楼，带动的不只是士林地区，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包括周边，包括内科、北市科、圆山创新以及未来社子生态一整个 Tech Cluster 的发展是非常关键。所以在确定之后，我们就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去年签约，我也请捷运公司加速，今天顺利动工。过去在讲中山北路是官道，这官道第一排这么一个大楼呢，是最漂亮的。我们这里要盖最好的 A 级办公大楼，但是在这里不是只有办公大楼，我们上面有景观餐厅，让大家可以在屋顶可以看得到，包括圆山饭店，包括北艺中心。包括我们剑潭站的龙谷这样的一个最漂亮的车站，我们有办公大楼，刚才看到那个影片，可以看从那个窗户从阳台看出去，非常的漂亮。然后楼下有商场，可是更重要，我们特别有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有设教保中心，可以让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呢，可以把子女带到教保中心来有做最好的照顾。我们有会议室，好，然后我们这里会跟剑潭站做最好的连通。透过剑潭站，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往北到北市科只要4分钟，往南到台北车站只要9分钟。最近最热门的大巨蛋呢，透过台北车站来转车到大巨蛋只要25分钟，甚至到台北市政府信义计划区只要30分钟，往西到新北市政府新版特区也是30分钟。透过捷运网路4通8达，我们盖这样的 TOD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做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都市发展，这个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除了之前士林站明年就会盖好了，这里今年开工。今年底剑南路站也会开工。跟市长报告，刚才这个大陆工程的在问我说还有没有？我说有，我们这个北投机场呢也正在规划哈。我们希望，假如说可行性研究确认了哈，我们后续北投机场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开发。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发，带动整体的都市发展。蒋万安市长带领上乡祈福开工动土，祈求工程顺利圆满。大楼预计117年完工，成为在地商圈发展动力。去年开始，我不管是到新加坡、到韩国首尔、到上海、到日本东京，我都会特别的仔细去关心，而且去了解这些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会如何运用绵密的捷运网络来带动沿线的产业发展。所以台北是我们身为与国际接轨的首善之都，我们也要善用我们绵密的捷运网络的优势，以及各个所布建的站点。所以请捷运公司我们加速以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捷运剑潭站这里，中山北路、承德路的交汇处，南往北返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刚谈到的许多科技产业他们的枢纽。同样附近有北艺、有北美馆、有士林夜市跟商圈，所以在这里未来它的整体效益以及能够带动的经济发展是无可限量。所以我也要谢谢我们地方的里长，每一次在与里长有约的提案，都很乐见，也给予我们支持在这里的多目标大楼。所以未来这里，它能够不只是满足所有地方乡亲的需求，它更方便让未来这里办公、来采购、消费以及欣赏景观，我们有景观餐厅等等，大家都能够出行，更愿意使用的运输，这也是我们推动 TOD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未来这里地上16层，地下3层，我想它所带给市民朋友的，不只是一个士林未来发展所有乡亲生活机能全面提升的后收仔，我想它更是结合我们捷运路线非常重要的一步。蒋万安说，他专签决定要盖这栋多目标大楼，因为能带动的不只是士林地区发展，他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包括周边内科、北市科、圆山新创聚落及生态社子岛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您知道台湾史上的第一份报纸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吗？原来从几百年前，台湾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而且还是用台语文来撰写。现在在高雄还可以看到印制这份报纸的印刷机复刻版，相当具有历史意义。你知道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是什么吗？西元1885年发行了台湾史上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而这份报纸一路传承至今，见证台湾100年来的历史。不过仔细一看，这份报纸书写的语言竟然不是中文，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它从1885年开始创刊号嘛，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一直有在发行这样，所以在我们今年是140周年了。我们一般讲教会公报就是这个创刊号这样子，蛮多人呢会看到说这个上面的文字啊，那叫这是什么文字这样哈？其实有人说好像是英文字这样子，是不是英文这样哈？其实不是，这有这个北纬机，白话字，就是说我们教会公报的第一份报纸是用北纬机来写成的这样。所以他为了要让当时的社会其实是比较属于一个文盲的时代这样为了让他们能够好的理解他们就用这个白话字的系统来印报纸，能让那些人可以很好的学习这样白话字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学习很简单因为一般在文盲的社会，他要学习汉字会很困难这样所以用白话字的系统，它很简单，3个礼拜就可以学会。那这些学会的百姓之后，他就可以自己看，用这套来看福音再学习知识这样子。用白话字书写而成的台湾第一份报纸，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宣教士当时积极创立文字机构，就是希望当时几乎是文盲的台湾人能够学习读书写字。如今我们也可以拿起笔，体验当时台湾人学习写台文的真实情境。手抄活动其实在我们公报社是
每年都固定会举办的一个活动，这样就是说让来参与的人就能够了解我们，曾经为台湾有一份这样的报纸，这样还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意义，这样借由抄这个先人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点思想这样子，安静自己的心这样子，也大概能够理解当初的这些当家的理念啊或什么这样子。台湾府城教会报除了教会的内容之外，也保存了台湾不同年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真实情况，都如实还原，具有独特性与文献价值。可能一般会以为啦，就是说我们是教会的报纸，是不是只局限在教会的事情啊？但其实不是，因为如果你去细看，因为这份报纸它其实涵盖整个台湾的历史的重要事件，它都有做报道，这样，所以不管是政治啊、经济、社会。甚至是有一些就是说乡野奇谈啊、人文风情的东西，它也是都有做一些记载，这样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当时有什么铁达尼号的发生啊，它也有做一些记载，这样。然后甚至说台湾有走断一段比较威权的日子嘛，它其实也会针对当时做一些社会的批判，这样。跨越100年的传承，到现在都还在台湾持续发行，持续用文字书写台湾的历史，也透过信仰的精神传达对这片土地的爱。记者朱敬伟、苏汉君高雄报道。台南的四维地下道是著名的合法涂鸦墙之一，不时可以看到许多色彩丰富的涂鸦作品在这里出现。而最近附近商家的铁卷门也成为涂鸦创作的延伸，其中一间府城烧烤家首度与昆山科大视传系合作，提供店门口的铁卷门，让学生尽情挥洒创作，展现年轻创意。一群昆山科大视传系学生近期来到了台南知名烧烤店府城烧烤家进行涂污创作，而一般的店家不太可能借出门面让学生涂污。深入了解后，发现原来是因为烧烤家的老板蔡玉玲某次与昆山科大视传系老师潘义成聊到涂污的话题，决定支持学生艺术创作，将大门释出，让学生展现创意。我有一堂课程在教展示规划，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带学生直接实做，我觉得是最好。然后刚好也跟老板就是聊到这件事情，然后老板也觉得很棒，也可以有这个合作，所以就刚好带着学生来做。然后因为我们旁边是那个合法涂鸦区，所以我们就延伸这个涂鸦墙的部分，然后直接做到地面，加上结合学生的专长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些学生都富有创作力，所以想说，那我们就融合台南在地的一些文化，然后以这种背景。然后来做我们的蓝色，象征的世界和平，然后用各种颜色来代表台南200多种小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烧烤家的菜色以炭烤海鲜闻名，所以学生特别将海鲜图案融入创作中，同时在色彩搭配的部分也相当用心。颜色配是红色，红色就像是可能餐饮比较让人，它色彩感觉会让人比较有食欲。然后蓝色底是因为他们主打海鲜比较厉害，所以用蓝色底去做整个打底。然后里面字体用不同的颜色让它去跳脱出来。台南的一些在地的海产或是去做创作，然后，遇到的困难的话，应该是就是手绘，因为它那个铁门上面会有那种很多凹槽，就是比较没办法画得那么平。老板蔡玉玲表示，开业17年首次与学校合作，因为紧邻的四维地下道，时常都能看到有人作画，也很感佩这些创作者。这次释出门面，让学生自由挥洒，期盼他们都能在艺术创作的路上继续前进。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2024桃园市民合唱大赛将在7月登场，以唱响新桃园为主题。文化局这次特别邀请到多次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比赛冠军的 Vocal Ensemble EST 来台演出，欢迎大家一同进入动人的音乐世界，开展一场人生之旅。3、2、1，请启动。2024桃园市民合唱大赛将在7月登场，希望透过比赛提升桃园市民对合唱音乐以及舞台表演的热爱，让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市民都有机会共同展示歌唱才华，达到音乐文化平权。桃园市文化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预告接下来一系列精彩活动。7月13号礼拜六在中立呢进行比赛。然后呢，紧接着颁奖。7月14号，我们也邀请了在日本得奖无数的 EST 合唱团来这边表演。那么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参加。我们打造桃园成一个文化城市，不只是桃园自己关的门自己高兴，是要打造成一个全国都羡慕的一个文化城市。
策展人表示，今年的桃园市民合唱大赛活动非常精彩，不仅邀请到多次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比赛冠军的 Focal Ensemble East 来台演出，评审阵容更是请到国际级专家，相信参赛者都会有很棒的收获。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台湾的合唱文化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元。那我们常透过就是国际比赛的部分，让大家能够认识台湾。所以其实，在准备比赛这个部分，其实需要一些有经验的国际的人士来给我们一些经验的交流。我想这一次最重要就是我们除了就是 ESD 之外，当然跟日本宝冢比赛的这些交流，其实我认为是来灌溉我们桃园这个市民赛很大的一个养分。那其实我们也有就是在台湾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任教的老师，这一次也会担任我们就是市民赛的评审。我想就是这一些他们的经验都会跟大家分享。我想就是这一次我觉得还蛮值得来参与的一个部分。记者会也邀请去年桃园市民合唱大赛的冠军团队长庚大学校友合唱团带来表演。指挥表示，大家都很努力练习，很荣幸可以获奖，而且可以跟这么多团队一起交流切磋更有意义。大家都很热情、很兴奋，想要参加，然后一起用这个歌声来跟大家做一个切磋跟交流。那当然，练习比赛的经过会是辛苦的，而且可能有一点严格、有一点挑剔的指挥，对，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做准备跟练习。那最后很荣幸的得到这个奖项，对，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起得到这个奖项，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团队在这个地方一起交流演出，这是最棒的事情。2024桃园市民合唱大赛7月13号下午比赛可以自由入场，晚上的颁奖典礼音乐会则是免费锁票。7月14号日本 East 的演出则是售票制，欢迎对合唱音乐有兴趣的民众一同进入动人的音乐世界，开展一场人生之旅。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人潮，浪漫精彩的大稻埕夏日节又来了。台北市观传局公布今年4场的主题烟火秀以及5场音乐展演的卡司阵容，希望可以吸引国内外的好友一同来大稻埕过7夕情人节，欣赏烟火、逛市集、听人气歌手开唱。即将登场。不同主题组合的烟火秀，融合多种特殊造型及色彩，将台北河岸点缀得璀璨夺目。2024大稻埕夏日节即将在7月21号到8月10号举行。台北市观传局公布4场主题烟火秀活动，每周3晚上8点释放300秒，7夕情人节当天加码至480秒，且扩大烟火释放面积到700公尺以上，呼应台北建成140周年。这次我们增加了好几场的音乐会哈，就是之前只有在情人节当天有音乐会，那这一次我们是在3场周间的这个烟火之后啊，就会有一个音乐会，所以从这周间的是从6点到9点都有活动，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大家散场的时间不要挤在一起，那对交通冲击可以降低很多。那在8月10号呢，我们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的4点到晚上的9点半。它都有这个包括烟火还有音乐会在内的表演。其实我觉得看完烟火之后，然后再听音乐会刚刚好，会变得非常棒。最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有民众提到交通会堵塞的问题那我们提早一点点可以让这个第2场下班的人潮不容易受到影响。那而且又刚提到说，我们又增加了音乐会，让人潮散场的时候不会挤在一起。那既然不挤在一起，就可以减少交通管制的这个时间跟范围。因为来的时候的民众通常会比较散嘛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大概散场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出去那就变成号志必须要做比较大的管制，会伤害比较大。那来的时候，因为大家散的来其实管制的范围或者是管制的强度通常不会那么高。那今年我们虽然说比较多场改为少场，但是我们每一场烟火这个放的时间从180秒到变成300秒。
所以是有提升这个内容，而且这个刚提到就是说之前结束之后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窝蜂离开哦，造成交通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年把比较强的卡司的音乐会摆进去啊，让这个除了欣赏烟火之外，可以来享受这个音乐会的这种感觉哈。那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各国内外的朋友们啊，大家一起来欣赏。另外，观传局也公布5场音乐展演的卡司阵容，16组各大音乐节人气歌手接力登台。民谣双男声乐团特修斯率先在记者会上开嗓，让大家先听为快。活动期间将让民众观赏烟火，同时精彩活动不间断。在同一个城市，遍寻波涛一样的故乡。经历有许多忘记哦，我早不再和你说出平凡的日常。7月份、8月份，我们都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到大稻埕欣赏。不只是烟火、市集、美食，大稻埕的历史街区更重要，一定要来听特修斯，好不好？好。刚刚听他们的歌声，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如痴如醉，而且国台语还结合民谣啊，真的是歌声又很优美，哇，听了都觉得好喜欢。特别刚刚这首歌选得真好。那今年，我想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亮点，包括这一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光廊，就是我们夜间会打上灯，长500公尺，会让整个河滨点亮，而且让所有来的市民朋友，不管是情侣或者是爸爸妈妈带着孙子和全家大小一起来欣赏到非常漂亮的美景。另外，我们的烟火，今年我们有连续3个星期3的晚上释放烟火，而且长达300秒。特别另外有第4场烟火是在7夕当天情人节晚上，我们会拉长到7分钟480秒的烟火，而且届时大家一定可以欣赏到比去年更漂亮、更绚烂的烟火表演。另外很重要，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包含像特修斯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乐团、歌手一起来演出，所以带给我们这一次的夏日节活动更加的精彩、吸引人。那另外，我们也结合在地的特色，包括商圈的美食、历史街区，而且大家烟火看完也可以到我们的小海城隍庙参拜一下。大家也知道，月老非常有名，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前来。所以我们这一次规划很多的活动亮点，就是希望让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成为全台湾每一次来到夏天都知道要来大稻埕。所以很谢谢我们各个商圈大家共同的付出，我们很期待这一次的夏日节能够吸引到破纪录的人潮，带给地方更多的商机，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很期待。届时也会看到我的身影，我一定会带我的3宝去看烟火，而且是没有让我是普通人知道的时候所以就是微服出巡。25天的活动，除了烟火、音乐会，还有大稻埕商圈店家与市集、蓝色水路等着大家游逛，享受优惠，体验专属台北的河岸风光魅力。记者翁君台北报道。您会说台语吗？或是您的台语练邓吗？在校园里的台语老师近年观察出孩子的台语程度有越来越差的趋势，台语的流失速度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快。究竟要怎么在校园减缓母语流失，成为第一线老师的巨大考验。老师你好，大家好，请坐，台语是许多台湾人的母语。但因为种种历史因素，许多台湾人的舌头渐渐地与自己的母语分离，在校园、在职场或在家庭中，都几乎是使用华语沟通。
但在这样的现实下，仍然有人坚持成为台语老师，努力在华语的世界中撑开一片台语的天空。自10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这个想法啦。因为当阵就是要填志愿嘛，要什么科系，未来要做什么头路。然后拄好，正拄好，我迄届是中教大台语系，伊成立的头一档。所以当初我看到这个科系，我就足好奇，就想讲，我读台语系了后，我就是决心讲，安尼以后我就是要行这条路，嘿，所以尾手就有这个机会，搁考调在地的老师。就连台语老师也经历了一段要把母语找回来的历史，努力让自己接回台语的舌头，并且趁着台语还留有一口气的时候，努力传给下一代。伫我读册过程愈来愈大汉，我就教台语愈来愈清楚啊。然后我就会感觉讲，那我的搁比我较细汉的遐个囡仔，是毋是嘛有这种情形？嘿，那所以讲，趁我即马我对台语我搁有法度讲，那我来投入这个台语的教学的工作。咱若是搁唔赶紧，速度搁吹较紧的，可能咱就拼袂过囡仔要学台语的这个坎站嘛。台语老师身在第一线，更能感受到台语的流失速度。10几年前的孩子与现在的孩子相比，台语能力有明显的落差。我自大学毕业开始教是10几年前的代志，到即马，那10几年前遐的学生囡仔的台语程度是，比如讲我一节课想要教一条台语歌，我就会当足轻松带囡仔读歌词，那囡仔对咧唱2、3道。一班的囡仔就会当甲台语歌学甲写叫啊，足流利啊。毋过伫即马现处是我的班，其实一个就算是高年级的，你要小解一条台语歌，一节课结束会晓唱的人是足少的，对，甚至因连歌词，因其实拢无啥我都理解。家庭使用台语的频率也影响着孩子的台语程度。在校园，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台语程度的孩子，但能够说出一口流利台语的，确实已经越来越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叫做吴凤玲，我最爱踢脚球，耍电动。妈妈甲阿嬷伫厝的时阵，拢会讲台语。所以我就会听，然后阿妈就会教我。你甲朋友啊、甲同学咧讲话的时阵，拢是用啥物语言？华语。为啥物？较方便。你敢会晓讲台语？会。为啥物你会晓讲台语？阿公拢教我。平常时甲朋友讲话的时阵，你拢是用台语还是用华语？华语。啊，为啥物无用台语甲你的朋友讲话？朋友听无。平常时拢讲台语吗？无。啊，你是啥物时阵咧讲台语？转去问讲的时。你平常会说台语吗？不常。为什么？因为家里都说国语，都不说台语。从孩子身上，我们真实的看见台语面临的危机。现在开始从家庭做起，从自己做起，渐渐的在自己的生活周遭建立台语的环境，才有可能让台语在这个社会多活络一点点。其实即马介侪爸母已经有这种想法啦，就想讲，那我爱家己亲身带囡仔讲，进前是爸母会晓讲台语，不过因拢无这个意识，爱开嘴甲囡仔讲台语。那我感觉即马新的一辈少年爸母，其实恁就是开嘴讲就对啊。虽然讲你家己的台语嘛无介标准啦，不过我感觉环境是一个最要紧的代志。那不管是大细项代志，伫伊的生活内底，你就是教伊用台语来交谈。那讲唔对嘛，无要紧，咱会当甲囡仔做伙学习。我感觉为家己做起，你只要开嘴拢是台语，人甲你回应的，不管是同事还是我的朋友，其实我的朋友内底介侪，一开嘴看到我就是
会切换，得用台语开讲。伊会讲，歹势，我台语较无好，我讲无要紧，你着自在，因会有一种自动被感化，自然感受讲，我甲这个人讲话，我用台语讲，安尼，嘿。对，就爱闭嘴巴。是啊，了。好，再一遍啊。咱普遍来看，虽然咱台语程度是下降的，毋过我感觉，伫台语教学遮侪冬来的拍拼，其实台语的普遍性。其实有拓甲年会有拓较济啊。比如讲，咱进前是国校，1年到6年有台语课，国中、高中是无的。毋过自去年前年开始，就是国家语言法通过了后，咱的国中、高中就开始加入必修的台语课。那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连贯性，咱有系统一直去。那像讲我大学带出来教的学生，伊即马已经大学研究所啊。伊当阵就是上着台语课真有兴趣，伊即马就想要做台语老师，伊有投入即个台语系，伊嘛想要读台语系。那我感觉讲，咱无求逐个囡仔拢安尼，毋过若是一两个下仔对台语课有兴趣了后，未来伊是正做即种工课，也是讲伊有想要继续吹哨台语，那我感觉台语就阁有活嘞可能。好，食啥物？台语老师透过教育，有系统的将这群快要遗忘母语的孩子们拉起来，努力让他们不被华语的浪潮冲走，找回这个土地的声音。而我们能做到的，也是试着从日常生活中找回台语，尝试和身边的人一起，慢慢的改变这个全华语的生态，从一个字到一个词，最后汇聚成一个句子，展开成为对话，让这个语言能够真正的被使用、被说出来，接回台语的舌头。记者朱金伟、周福信高雄报道。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从今年6月开始推出了盲盒游程。所谓的盲盒，就是完全信任台南这个品牌，虽然不知道内容，不过品质却是挂保证。游客可以全程坐双层巴士来体验台南的风情还有美食。抢先报名的民众还有超值优惠。台南双层巴士本来就是走观光路线，要让游客从不同视野高度来欣赏台南风情。这回市府观光旅游局就以巴士为主角，大规模设计6大主题游程，有18条路线，而且结合在地美食，有米其林必比登的店家，有5星级饭店的下午茶，以及游船和农村体验活动，要让游客全新感受。不过整个游程取名盲盒，就是事先都不知道详细游程内容，考验游客对台南品牌的信任。盲盒就是一个物件，你唔知，甲包做伙包装吼，然后卖什么？卖顾客的信任。我信任台南，我都无要看介绍啊，我讲的是来台南旅游这样的价值，我就来买这个游程了。对，买台南的品牌。那买品牌，相信台南。虽然局长说游程保密，记者会只公布价格，也强调内容一定有惊喜，抢先报名另有优惠。市长也保证物超所值，欢迎来台南逛3区海边。这些都是踩线团等级的，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呈现给你，那你来踩线，了解说各个路线，接下来你就会呼朋引伴来这个参与。那也感谢我们3位大使这个肉卤小纳豆还有 Johnny。其实各位在网络上也好，在平常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是看到各位的一个品质保证所以说希望强联手，有各位的有好的产品，有好的城市，有好的这个引言人能够把我们台南市介绍给更多国内外的好朋友。相关旅游资讯将公布在台南旅游网，欢迎大家密切留意，一起来体验台南旅游新玩法。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